还没，等一下，哎，麦克风我测试了吗？麦克风测一下，要练上，先测一下，给你妈妈练。开始直播，帮我按那个，怎么按？没有直播，这是直播，好，那我们看。我听得到就好，听得到就好。开始了。这边可以了。第一首应该就唱个2节，好，然后就会下一首。平安，加油！咱中华庙平安礼会，咱来到县镇嘛，县内咱做伙敬拜。即摆咱嘛要来换电平安礼会的聊圣诗，咱嘛利用这个练习的时间开始来安全咱的心，将咱的心对应上帝，所以平安礼会就是敬拜。第一条是圣诗第6首，大家拢熟悉的《祝耶和华是我的荣耀》，咱就从这开始，一段咱就一段。在这会，这是我来心来敬拜。好，咱即摆过来看第条圣诗250句，250句，你若甘愿互上帝依靠，咱先听诗句歌声。
咱华语是不管，啊，处理在地无快跑，即摆即个吼，囡仔靠拄不便听，或者是不便。啊，咱先来看伫迄个哦，伊在点解，就写是写袂着啦，所以安尼就袂去讲无相关我的信息另外是嘛是搁写不劳动，所以是不便听，徛伫石盘顶拢袂着啦，就清楚的。然后咱再看第二组啊，同款是第在第二啊，做后面对，所以伫遮是对咱咱的是个性的普通，对咱遮嘛伊理解，则是毋愿哪地哪当，所以遮嘛理解是用迄个现实行拢是写不，就对咱毋愿哪地哪当，安尼像咱的普通是一定较用较清楚的汉字来写，看咱就拿来练第二抓，做伙来练第二抓。我
第1题。
是言语言语，心思意念中，无照你旨意来行，我们向主来做悔改，求主赦免，求主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心，阮的性命得到更新，阮会当用诚实的心，领受你的恩典价值。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带领阮进入新的一年，回顾旧年，我看见满满的恩典看到，无论是阮教会1楼、3楼，总一个工作顺利来完成。福音事工的推动，也是每一位用这个生活，用你主爱的手来引带。我要为着过去主你所成就的每一项，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阮行服侍，经历着你的丰盛甲平安。伫新的一年，求主继续赏赐阮智慧，无论是阮的家庭、工作、教会服侍，求主用圣神的大气力帮助阮。引导伫阮欠缺的中间，阮所行所做，拢有教育的规律甲原则，我会当顺探你的旨意。阮勇敢壮胆，向头一个目标来行。特别我要为着后主日，我们进行会员的会，为着教会做新的事工计划来祈祷，求主看顾引带教会边边都，无论是福音宣告、社区服侍，还是小组团队，拢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愿主的旨意，阮的教会中成就，赐落恩典甲利益，引带阮每一位参与的同工用心服侍主，不变作为主的福音，让咱服侍的过程，顺坦圣经上帝所启示阮的话，让咱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服侍中甲主相结的，阮所做的项事工，拢是咧荣耀主的圣名。主耶稣，你是阮至好的朋友，让阮所有的罪过甲烦恼，让阮心事软弱，无几力的事，你的话来充满阮的内心，让阮面对生活中最多的挑战甲困境，求你坚固阮每一个人的心智，阮中间生活中若有艰苦挂虑的事，身体有病痛风险，心灵无平安的行做，主恳求你用圣神大气力。安慰天条主，就是咱即间的三个字。只是阮从今早起的礼拜完全变主的面前，通过无数群众的信息，也对阮的提醒甲帮助。阮敬求主圣神到阮中间，感谢主听阮同心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完全，咱可用主所教导阮的主祷文来祈祷。
讲今仔日做的事情。所以今仔日在讲到的地方是利用性啊，包括是做的去用。今日大家平安，时间咧过真紧，即摆已经1月25号，情况26年的1月份，就连年都一礼拜过去啦。我毋知影，但是因为咱即个月过来吼，袂歹，就真好。我相信一年一年咧过吼，咱拢会真心会感受，特别是咱到某一个年月的时候，无得到40岁，无得到45岁，无得到50岁，所以拄好前2礼拜牧师的分享，头前来考照，咱所考照的是伫个上帝的旨意里，所以今仔日牧师嘛要用即个题目，把咱的性命交伫上帝的手内。性命掌握伫倒位，我相信也让咱的信仰，咱应该真清楚。所以交伫上帝的手内，意思就是交托。咱是毋是当学习即件代志？今仔日主要的即个重点就是学习即个交托，将咱的性命、咱的一切交托于主。所以咱更较爱会记得爱即个交托，即个咱讲交托的分量，交托的分量。所以真希望讲，咱到即个年纪，我来看，兄弟姊妹年纪咱而且有30岁哦，举手，敢若几位尔吼，一两位满30。有40岁，嘛几位尔50岁以上，50岁以上，我安尼做举手。安尼今仔日即场下礼拜，可能我的目标来放伫个50岁以上的讲道，互咱搁较了解一下。当然毋是啦吼，咱有30岁，有40岁。无几位，但是50岁以上，差不多80%至80%，甚至90%。所以咱到即个年纪，其实咱心内面真清楚一件代志：人生毋若是干那靠努力打拼就成功。你有一款的感受无？人生毋若干那是靠努力打拼就成功。少年的时阵，咱常常讲拼就对啊，拼就对啊。中年的时阵，咱讲责任会当得偿。到现在就是即个阶段，咱慢慢就会发现有一寡代志毋是你无拍拼努力，是你安怎样搁较努力拍拼嘛，交袂出啥物款的结果。比如讲，身体的变化，囡仔的人生，家庭的关系，健康的检查。退休了后的生活，甚至大到我烦恼教会未来的方向，所以将这个代志，而且咱催迫咱来学习一件功课，把咱的生命、把咱的活命交伫咧上帝的手内面，这其实毋是考好的，是咱应该安怎样将这记录了后的生活，这是真重要。昨我过56岁的生日，我的囡仔就写一个卡片互我，我读大家听好。伊写讲亲爱的爸爸，那爸伊用迄个办迄个爸啦，亲爱的爸爸，很开心。在你的生日，我可以回家陪你过。毋是伫拢伫厝诶，毋是诶，有种伫台中读册所以伊变安尼变啥？
谢谢你，愿意给予我生活费。虽然我每次都觉得不舍，但你还是还是需要我，需要我，我需要的时候，你都愿意给我。以后开始等我赚钱的时候，一定买礼物给你。爸爸 ，Happy Birthday！ 对，我看了后，边仔都有画巴肚啦吼，画我穿西装的图安尼。我愈看吼，一方面真爱笑嘛，一方面当然昨昏敢若真正收到一张卡片，没有礼物。所以伊想讲我以后长大赚钱之后会买礼物给你。当然这是一个囡仔咧成长的过程。我昨昏就是真安静啦吼，其实嘛袂记我的生日啦，是后来有人提醒我，我才知我的生日啦。所以伫这个过程，就会当发现讲，其实身躯的变化嘛，渐渐开始有譬如讲三高的问题，咱会当看到伊老师对43岁来甲咱的同间，即摆56岁啦，要搁人要甲咱做伙偌久嘛，毋知影。这拢其实是未知数，对毋对？是未知数。我嘛伫即个回想，我伫咱对咱嘛有少年结婚呢，结婚了后生囝，有青少年结婚生囝，即摆你拢伫咱的教会咧聚会，聚会嘛稳定，看到做兄弟姊妹，拄则都迄个举手嘛统计即个岁数，身躯的变化，乌的头毛变白，头毛白变乌的，安尼所以真做，咱是毋是会当？亲像第一点共款，交托，毋是放弃，是承认我毋是上帝。你所做的爱交托者，也我；你所做的爱交托，也我上帝。所以今年16章第3节，今仔日真短的一段的圣经，其实毋是写互少年人遐咧冲事业中的经文，是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了解咱的人生。行过迄个风景的人生智慧的过，所以真侪人听到交托这两字，心内面其实有一寡抗拒，反抗。特别是咱即代人，可能50岁以上，即代人对细汉就咧都是教示爱安怎爱负责任，爱撑住，爱打起来，所以咱真。容易就甲即个交托误解，讲若安尼爱做，认命算了啦。但圣经顶原所记载交托就是安尼。圣经顶原记载交托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甲重担隔起，滚上去隔起，咱知影隔开嘛耶稣搁挂迄个石头隔开，共款有重量，就是安怎隔起另外一。隔开，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运动啦，也是讲转移转洗迄个重量，转移迄个重量，所以把即个真重的物对家己的心上隔去到另外一个所在，所以迄个意思是，若是干无搁再是家己咧打人的，迄个动作是安尼，但是心态安怎？其实也阁有，但是即个字毋是讲心理上我交互主安尼就好啊，是实际将迄个重担的物件完全交托，无互上帝。所以这其实咱会当看到一个画面，然后生活的一个画面，就敢若亲像甲真重的石头倒开、撒开，迄个重担对肩胛头安怎拎落来。甲责任的承担的迄个点来转移，转移倒位？重点就是你无搁是承受者，承受迄个重担者，
是啥人？是上帝。哇，这是无简单的信仰的理解，吼，甲神学的解说，这是真无简单的。你无过是迄个同担者，心重的迄个上帝甲神。就是讲，你有担，但是你无过是一个人要担，吼，你有担，但是安怎？你无过是一个人担，吼，我承认我有限，我安怎？我担袂起，我选择信任上帝，因为安怎？伊担会起，吼，啊，我甲主权啊，我的主权交出来，意思就是结果交互伊啊，结果交互上帝，所以。到即个年纪以来，我相信咱应该真诚实即件代志。少年的时阵，咱拢会用真句讲，只要我真认真拍拼，吼，是讲只要够认真啊，够认真，囡仔就会安怎走偏。只要够有努力拍拼，身躯自然就会听话。只要咱咧付出，代志就会照计划安尼来行。所以，但是即摆咱会当知影，你我咱毋是上帝，咱当然爱承认家己的有限，但是毋是失败咯吼。承认家己的有限，毋是失败。我相信这是信仰真正成熟的开始。包括毋是软正吼，我教迄个爱操啊，毋是吼，毋是无爱操啊，是讲毋是软正。包括是讲我毋是上帝，即件代志咱讲无清楚。我是上帝，但是我知影迄个创造万物的万物的主宰，到伫你的内面。哇，这是实在是咱爱学习的吼，咱爱学习的。所以我阁讲一遍吼，交托毋是软正，交托是甲我毋是上帝即件代志，爱安怎讲互清楚。所以毋是放弃，是承认我毋是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爱了解即件事，所以咱会当通知影，即个诗篇，但是即个箴言的作者，其实头前差不多到29篇是即个箴言到29篇左右，拢是所罗门王伊写，所以所罗门王伊用伊经历的信仰的智慧，甲咱当时的百姓、兄弟姊妹。伫遐来分享，所以我特别掠一段的经节，甲兄弟姊妹分享。所以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交托生命内面咱的生命内面放不下的那一块，放不下的那一块所以你所讲的，你所祷告的，安怎上帝会来成就？即句话毋是讲你交托啊，上帝就照你的意思成全，毋是安尼，毋是讲交托啊，上帝你照我的意思成全，是讲当咱把生命交托给上帝，你的人生开始踮伫迄个对的位置顶悬。当咱把生命交托给上帝，咱的人生开始就会踮伫迄个 right 对即个所在，即个位置。所以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甲即个年纪啊，应该会当安尼讲甲即个年纪啊，咱从困难交托是啥物？伊思过者。本来我想要请蔡茂堂牧师行回来，下骹甲大家摕一个麦克风来分享，但是毋免，我相信，伫遮咱会当心来理想。甲即个年纪，咱同好交托的，同困难交托的是啥物？其实我发现统计啦咱差不多即个岁数50岁，40岁到50岁即个岁数了后，互咱交托的通常有3款，头一款是囡仔的人生，孩子的人生，囡仔的人生，囡仔拢大汉，但是心还阁放袂落来，惊伊安怎？惊伊选毋对，惊伊食苦，惊伊无信主。我囡仔伫台中读册。我至少一礼拜、2摆到3摆，拢会视讯打电话问伊讲，你即礼拜要去教会无？当伊拢会回答，讲是啊，伊就讲去
某一间教会伫遐来聚会，但是犹原嘛，佫会放心不下，嘛是佫会读，佫会打电话，啊，惊伊选唔着，惊伊食苦，惊无要信主，咱虽然伊拢会讲主祈祷嘛是安尼，主啊交托互你啊，将我的囝交托互你，但是心内面一直想讲要搁改进呢，一直要搁改进，想要控制，这是头一个囡仔的人生。再来，家己的健康啊，家己的健康，身躯无亲像以前，一张检查报告出来都会互人困袂去啊。无你看咱会问讲，哎呦，接下来刷来要安怎？但是上帝问的是，你愿意无愿意？你是毋是愿意甲明仔交托我？明仔交我？咱定咧讲，你看，即个3刀、4刀、5刀，真侪刀，但是安怎？接下来要安怎？但上帝咧问的是，你愿意？你是毋是愿意甲明仔交我？再来，佫有一个第三个，未完成的遗憾，未完成的遗憾，未完成的遗憾，有一寡梦想无实现，有一寡关系未赴来修补，有一寡话无讲出嘴。咱常常对上帝讲，即个我信你，迄个我家己来，咱时常拢会安尼。上帝啊，遮个，但是有拄时啊，咱实际出来时阵，我家己来做，安尼就好啊。袂晓学习等待，袂晓学习完全的信徒。我相信这是咱伫信仰这3方面，生活信仰3方面。我搁讲一个就是甲这个年纪的咱同过交托的，就是囡仔的人生、家己的健康，搁未完成的遗憾。所以真正的交托到底是啥物？我要甲你问，老师，我真正的交托到底是啥物？真正的交托其实就是把迄个结果的权结果权结果的权交出去。咱会当计划无问题。咱教会嘛是共款，教会事工虽然会当计划，但是结果无搁掠掉伫家己的手内面啊。交托毋是啥物拢无要想，是无搁用迄个忧虑烦恼伫遐来掌控你来。我真烦恼，到尾出来要安怎发展？我真烦恼，咱2场的礼拜要做1场要安怎样来做？有拄时咱会烦恼遮个，我真烦恼我的家庭，我真烦恼我的事业，我真烦恼我退休了后，开始继续我会当有偌济退休金，我会当安怎？我会当来投资，我会当真多的烦恼，但是咱若真正学习一件事交托。但是毋是啥物拢无要想，是安怎？无将迄个忧虑烦恼伫遐来掌握咱的。上帝毋是爱咱啥物拢无要做，上帝是爱咱无卖坐伫伊的位置顶悬。上帝的位，上帝会处理伊的坐，上好，伊本来就是伫迄个所在来帮助咱。所以从迄个信仰内面最放不下的那一块。咱来学习，咱来思考，咱来计划，无问题。但是咱将迄个烦恼的代志、烦恼的事，写学习安怎样交托。这毋是今仔日老师安尼分享，就会当咱就会当了解，就会当马上两面就完成毋是？两面就放松，毋是？这是真正爱需要透过学上帝的话，伫遐灵修的生活。参加各种的聚会，团体的聚会、小组的聚会，主日的礼拜，伫遐当的灵修的生活，得到咱会当知影安怎样来学习。最后一点，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把信仰交伫上帝的手内面是一条愈行愈安稳的道路。我毋知咱是毋是有阿妹即句把信仰交到上帝手内面，是一
愈行愈安稳的路。真侪人就种个年纪愈来愈大，人生就哪来袂安稳。特别是咱即摆活伫咱的土地即个所在，即个时刻，咱面对着的有侪侪的烦恼。我敢若伫个祈祷会分享过，我顶礼拜甲倒无师伫韩国，即个双臂的遮个训练会，伊增强版，意思就是伊即摆即套传统音的系统，有发展到青少年的系统，还有儿童的系统，拢真完全，迄个真牧师写本有关青少年，实际伊去运作，实际来操练，有搁出新的遮个，真对我相信嘛，对咱教会真有帮助。伫遐我就发现一个代志，韩国人因咧祈祷逐个连细汉囡仔嘛共款，大声咧喊，我带一个讲过，囡仔青少年咧讲我迄边参加差不多4000几人，大多数当然拢是韩国人较济。迄祈祷的时阵，我就看到迄几场差不多拢真侪青少年伫遐，我想讲，放寒假伊悬哪会真侪青少年，嘛有上班的孩子姊妹，当然后来透过关系，我知影讲原来拢请假，去遐来做几工的训练会，因家己嘛继续办练。我看到伊这个青少年安尼祈祷，用话讲祈祷，大声，一祈祷逐场拢有祈祷，逐场迄牧师拢会传祈祷，咱为着国家，咱为着个人，咱为着啥物，就甲咱的祈祷会其实共款，咱的祈祷会讲起来是8点半开始，台语场的祈祷会8点半开始，到9点结束，其实差不多拢25分就结束，咱是为着某一个祈祷，某一个项目祈祷，伊毋是伊就是开始牧师带，就一直祈祷无停的啦，安尼祈祷，差不多40分，甚至要到1点钟。牧师两个牧师，阮几透早9点开始，一直到暗时10点。当然祈祷的时间真长，我就要想讲一件代志，这个少年的哪会堪呢？后来我发现一件代志，因即个民族的意识真悬啦，迄个可能咱会当去了解韩国的即个历史的背景，咱就会当知影伊迄个年代一直传承到即个时代，所以伊国家的意识真悬。倒摆咱其实咱若出国，当然咱摕咱的passport出去无问题，但是我会感受到，伫咧迄个一路飞机，我就感受到迄个无啥对等的迄个公平的感觉。当然咱就会当通知影咱即摆的处境，因为咱国家的定位其实毋是遮尔清楚。到底我是啥款的人？有人讲伊是台湾人，有人讲伊是中国人，有人讲伊是某物人。其实这是我安尼去看到的迄个过程，所以就会当感受到迄个咱伫即个所在，即个岛屿的生存，就无法度合起来，语言嘛无法度合起，即个国家的认定嘛无法度合起，所以就造成讲咱出国也好，甚至咱伫即个岛屿内面咧生活也好，其实真侪拢内耗，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甲性命交伫咧上帝手内面，是一条愈行愈安稳的路。但是放伫咱现主时的生活内面，特别是咱会感受到年纪愈来愈大，人生愈来愈无安稳，咱的环境，咱的各方面都会烦恼。我的囝嘛是我囝2年后就要做兵啊，2年后拄啊好啦，真正即个推算，迄个时阵是震惊的时阵，有可能啦，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咱爱理清迄个事实。所以真侪人咧，即个年纪愈来愈大，人生就是愈来愈无安稳，咱
但是即个兄弟姊妹伫信仰的内面，伊是拄啊要倒摆。年纪愈来愈大，咱应该知影，世人特别咱信。少年的时阵，咱相信家己；中年的时阵，咱相信经验。现主是咱渐渐，无得讲咱会当来学习一件代志，只要信靠上帝，咱会当站立得稳，咱会当徛。诗篇37篇第23节有安尼讲：义人的脚步，互耶和华上帝立定定着，毋是因为脚阁有力，是因为你踮伫你徛伫个吊的手内面，迄个吊就是上帝，你徛伫个上帝的内面，所以交托互咱活得无遐尔啊紧张啊，有再那么紧张。咱毋免证明啥物，嘛毋免甲世人比较，咱毋免去行输、行落后，因为咱知影咱即一生中间，毋是交差了事安尼，是行伫咧上帝的手内。但即个针对的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所以有啥物咱教会会推行学经的运动？祈祷、读经，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小组，拢有祈祷、读经，即款的过程。我相信这是真重要，真系咱姊妹一定爱用一寡时间，伫遐好好啊，逐工伫咧上帝面前，做甲伊讲话、甲伊分享，看伊的话、听伊的话、思想伊的话。这嘛是留互咱下一代上好的信仰见识。囡仔无一定会记得你讲真侪偌济道理，但是伊一定会记得你是毋是甲性命交到互上帝啊？当因看到你留了平安，留了有福啊，留了袂遐尔啊苦毒，迄本身就是啥？福音。我会记，阮细汉的时阵，我来爸爸牧会。转来，每一遍阮爸爸拢在咧讲迄个教会即个负面的，我的妈妈就甲阮爸爸安尼比，袂使。我印象诚深，我怎样比？教会的代志毋免摕转来厝里讲，意思就是点点，点。后来当然爸爸愈牧会愈明白，愈知影，转来就是我们有快乐的家庭，快乐的生活。教会的代志，是对，教会讨论结束，一天安尼就好啊。所以，咱要互咱的下一代看到，咱留了平安，留了有忙，留了无苦毒，迄个就是福音，迄个就是福音。所以，最后我主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咱是毋是真愿意继续来学习即个无简单的事？但是当咱到每一个程度的年纪的时阵，咱每一遍来回顾，即摆1月份嘛可能12月份、或是会甲兄弟姊妹分享，你整个2026年你过得安怎？所以是毋是讲主啊，我这一生我交托互你，这是我的结论。主啊，我将我这一生交托互你。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行到即个阶段，咱行到即个阶段，我可能30几岁、40几岁兄弟姊妹，咱豆豆来体会，5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咱行到即个阶段，咱无需要搁掠甲遐尔啊，大方面因为上帝手比咱的手安怎，搁较稳当当。今仔日箴言16章第3节。毋是要改变你的计划，是要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把整个生命重新放转来上帝的手内面。愿咱拢会当安尼来祈祷，主啊，我知影我有限，但是你永远袂失望。我将我所做的、所爱的、所听的、所烦恼的，人生的拢交托伫主你的手内面。这一生有你。
我就到家，我就想着想事帮助咱，会当安尼来行，安尼来做。新的一年开始，当然咱都有旧历年吼，所以咱有过2摆新年吼，后过3礼拜了后，咱要来过旧历年。迄个时牧师伊愿会用其他的题目甲咱兄弟姊妹分享。新的一年，虽讲逐年咧过，咱会感觉是旧啦吼，总是真拢是新的，拢是新的。愿主帮助咱。我搁读一遍，主啊，我知影我有限，但是你永远袂失误。我甲我所做的、所听的、所爱、所烦恼的、担心的，拢交托伫主你的内面。这一生有你，安尼就到行。愿主帮助咱，请大家好好。我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伫即个特别的时刻，我看到阮的生活，永远有做的欠费烦恼，阮永远真多的忧虑，阮永远将真多的重担放伫阮的肩胛头顶过。阮迄个重担，若是敢若重量，心嘛真重担。主啊，阮知影我咧甲教会内面，永远嘛有一款的感觉。阮的同工有做重担，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帮助小组各方面，拢有真多的重担。我毋知要安怎样学习交托即件事。主啊，当阮知影年纪愈来愈年长，岁月愈来愈多的时阵，我若照常理，应该是渐渐，甲主若过活，彼项感觉，总是有时阮较比主远。阮回顾这个原因，原来阮读上帝话，听上帝话，理解上帝话，默想上帝话，安静的时间太少。我永远有做的无闲，做的烦恼，做的担心。我无法度学习交托即件事。主，我感谢你透过今仔日这礼拜的一段对所罗门王来聪明的智慧的语言的话语，帮助我每一位兄弟姊妹。我要安怎样搁一遍真正学习即款完全的交托，互主上帝。阮将我的一生交托互主，无论是阮的囝儿10岁、下一代。无论是阮身躯的状况，无论阮对未来，或者是还未完成的迄个遗憾的代志，最的事务阮拢交托伫主的内面。主啊，求你理阮，求你保守阮，求你眷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知影，这世间有苦难，总是主伫你的内面，阮会当得到完全的平安。主有时，阮大主大意，接着阮家己的意思，安尼来行，安尼来做，你甲有做的伤害着阮家己本身，是即一个。所以你愿要搁一遍赦免，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阮心软弱的时阵，阮恳求主扶持带领，搁较侪的拥抱，搁较侪的关怀伫阮的一生的中间。感谢天父上帝，阮会当愿意学习即款的交托，甲甲主若亲近，若分我，求主继续保守带领，赐福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虽讲阮的年纪时间渐渐愈来愈大，渐渐伫世间的时间愈来愈短，总是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经验体会。伫对你咱亲像伫天灵迄款完全的交托，主啊，阮相信你甲阮三下伫地，你扶持保守阮，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当阮有即款的念头、烦恼的念头、无法度交托的念头出来的时阵，求主你安慰阮、扶持阮，互阮行这人生的道路。阮永远有重担，总是阮知影迄个承担的是啥。感谢主。伫赦免保守阮所有的罪过，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继续向前来跑走，诚做一家内面用水就好信仰的模范，来互阮的下一代嘛看到来学习。
判的无关。感恩主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刚才牧师的分享，最近我嘛咧操练点，细命讲，用细命把握上手中。我发现我愈来愈手敢若愈来愈无力，所以真侪代志拢毋是我会使靠我家己的能力来完成。所以感谢牧师今仔日的分享，咱来后时伊做咱信心，咱的信仰上互相对。好，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今仔回应的时光，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来引传，来回应咱的诗。
咱读册方面，我第一届食少年的，我毋知影话应该是嘛，诚新鲜哦。咱因出菜煮菜，咱准备啥？咱考试者，咱后礼拜要准备啥物？哦对，所以后礼拜咱自备碗筷，第点，后主日点要交配，下晡一讲的，下晡一点要交配敬礼友谊当聚会，请咱大家准备心参加，会晓要煞要交配小会。第三点，咱3月开始，咱2个礼拜要同时进，所以时间有做寡调整。9点到9点50祈祷会，所以咱9点就使来遮，做伙来祈祷来准备心。10点到11点半时阵，台语、华语甲儿童主要当时来进行。台语的礼拜部分就是咱遮1号，3号是华语的礼拜，2号是儿童主要。礼拜3呢，刷完咱的牧师团，牧师甲做牧师用心来安排，然后成员主要欢迎大家，然后做伙来学习。第4点，礼拜典礼组的透过台语导言、语音同工小组，即摆已经有寡人开始咧准备，但是阮需要更较侪人来到参加。阮所需要的有3个时间。第一个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相机的，你甲拍做投影片。有注意看咱即摆咧照相机的时阵，咱的荧幕顶管那个相机啊，拢是安尼甲拍。我感觉这个时间真袂歹，就是讲伊会若拍投影片，伊会使会若笑时歌，这是真好的一个通道的操练。第二个就是音控，相机的这个部分，阮需要3个人甲4个人，所以你若真爱照相机啊嘛，都有想要来练习来投影拍做投影片。阮即摆就是甲这款相机啊，一条歌要甲拍做投影片，后摆咱若咧礼拜的时阵，咱就会使甲投影。第二点就是音控台的操作，音控台就会咱大家知。音控台就是咱由于个举手一个，迄个是音控台。这厉害人，咱负责后摆要负责直播这边还有摄影机吼，其他我无来，这会使伫网络上搁继续看咱的礼拜。搁有灯光音响，搁有投影就是咧一个操作。这个灯光音响，这个灯光真够怪。去年圣诞节的时阵，我去广东的黄山，我要来报名练习这个灯光的部分。再来第3个就是教导，就是咱逐礼拜啊，咱的投影片拢会用手拍，所以这个教导就是咱在发明宾馆的投影片的地方是健康，所以这个就是咱感觉咱出定金的，要来调整这个时间，咱会使来报名这个教导，可能需要3个到4个人。以上我报告的这个工作呢，我免经验，因为咱的负责来教育，咱负责来训练这个专业的训练吼。咱报名，咱毋免烦恼，咱袂逐礼拜咱会轮班来学习。要向上报名的，咱来这个是咱自证订阅，咱就不要找2个台下。咱带嘛，咱讲出来报名，对。是音控台，就是我的组长吼，来报名。我的组长叫要补偿方面吼，咱要继续演过。关怀的代表的部分，咱继续为着厝调养的听这甲带领，咱的祈祷，为主来支持。后下的报告，少年后平淡，咱请来按会议还是出来反映。刷完咱要来后面，请咱后面参加。
来今仔日的题目，经典常常，你来答。教导，教导是怎么个教导？教导就是预音打完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可是会怎么样？会 email 给我们是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是用加入烂群组，然后直接把档案传到烂群组，哦，然后你就可以从烂群组下载下来看。那、如果有错，就在赖群组上面讲这样子。对，有错，我觉得可以直接改，有错就可以直接改。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投影片，所有的可以、啊，包括内容，
啊？何姐要帮我们校正。哦，我很会吹毛求疵，我很会抓人。对啊，对啊，校正。就说要看说那个字体大小有没有对。字体大小有没有对？啊，我怎么知道字体？就是你的感觉，不是感觉，还是就是那个啊，像对，你有像我都会看，有时候看就好对，我就看到应该48，可是它不是44，那你干嘛看那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告诉我说 OK。然后你说3、4人等于是一个人1个月这样，还是说一个人礼拜啊？一个人1个月。3、4个人，那就1个人负责1个礼拜啊。这3、4个人就是1个月。我会觉得说，你1个人负责1个礼拜，你每个礼拜都这样换，会混乱掉。那1个人1个月，3、4个人哪够？要12个人。这个要4个月才会轮1个月。Okay.